好，各位朋友，大家好，歡迎嚟到許 Sir 有話說嘅時間。今日許 Sir 講啲咩咧？又係最近咧，許 Sir 睇到幾套呢啲關於香港同有啲間諜或者同澳門呢啲近代歷史嘅一啲電影同埋啊即係電視劇。咁喺度嚟講咧，就有啲諗法可唔可以喺香港影視呢方面，我哋更加多創作咧？咁而如果有擺入我哋學校教育，又有咩啟示咧？咁我哋從兩套電視劇、一套電影講起啊。咁兩套電視劇咧，分別就係叫《人民的選擇》、《沉默的榮耀》。咁套電影咧，大家可能比較熟啲啦，就係我哋香港拍嘅叫《寒戰1994》。好，咁啊逐套逐套講啦。好，咁第一套咧叫呢幾套影視咧電影同埋電視劇咧，都真係俾我哋感覺到咧，香港真係經歷呢18年嘅間諜所謂諜戰嘅漩渦中心嘅。咁我點睇啦？由第一套講起啦。第一套咧就叫做人民的選擇。咁人民的選擇咧就啱啱咪年初播放嘅。年初播放嘅。咁就係內地嘅一套劇啊。咁其實咧呢套劇主要咧就講1945年抗日戰勝利之後咧，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毛主席同埋周總理咧就同蔣介石咧當其時咧就去呢個集團咧就展開個重慶談判啦。咁希望可以大家一齊治理共商治理國家嘅情況。跟住咧就進而出現大家都知道噶。跟住咧就國共呢方面咧就對抗而引到最後嚟講咧就係即係喺三大戰役之後咧就新中國咧就成立嘅。咁新中國成立中間嘅過程中咧，有一點咧就好喺香港出現嘅，就係1947年到49年嗰陣時咧，香港作為一個中間地帶，因為嗰陣時咧都係英國嘅殖民統治啦。咁喺民主人士同埋中共嘅地下黨係國民黨喺呢三方面咧，喺香港嘅一啲博弈嘅核心舞台噶。咁呢個主題嚟講咧，就變咗我哋可以睇到咧。當其時民主人士咧喺香港嘅生存狀態同埋政治選擇因為當其時咧國民黨都想拉到佢嗰邊噶。咁另外咧第二個就係國共兩黨喺香港嘅勢力嘅周旋同埋情報嘅爭奪呢方面咁就咁跟住嚟講咧就係港英政府喺呢個國共嘅博弈中咧，佢嘅角色同埋立場。咁當然嚟講咧，亦都係中國共產黨點樣利用香港呢個特殊政治環境開展工作。其實嚟講喺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後咧，香港憑藉佢特殊嘅殖民地位咧，咁就仲有呢個自由港嘅政策咯，同埋比較複雜嘅人口結構咧，迅速就成為亞太區好重要嘅情報交匯區嘅。咁而1927年直至1949年咧，中國共產黨、國民黨各派系咧，同埋呢個殖民政府乃至外國間諜咧，都喺香港咧就係進行一個好激烈嘅情報博弈㗎。哇！原來真係咁犀利㗎。而啲隱秘戰線嘅鬥爭咧，就係香港呢100年歷史中咧一不可分割㗎。咁直到咧變咗係一個非常之有張力戲劇張力嘅嘢。咁故此咧拍成電影或者電視劇咧都係相當吸引嘅。咁講完1949年係咪就咁完畢咧？咁當然唔係啦。咁跟住一套咧，亦都係內地好著名嘅，係上一年好著名嘅一套電視劇叫《沉默的榮耀》甚至當選為亞洲週刊嘅即係上一年2025年嘅華語10大電視劇添。咁呢個咧大家有興趣可以揾翻嚟睇嘅。咁講乜嘢咧？就講49年新中國成立之後咧，台灣嘅隱秘戰線即係啲間諜嘅情況啦。咁吳石將軍咁呢個係真人真事嚟㗎，全部係真名出現㗎。咁亦都係即係相當即係喺上年播出嗰陣時咧，喺海峽兩岸咧就有不少嘅迴響嘅。咁不少迴響講台灣咁同香港有乜關係咧？又有嘅。原來香港喺49年到50年代咧，香港政治環境咧嘅間諜活動咧就成為一個中轉站。香港成為中國共產黨對台嘅情報戰中咧唯一一個中轉站。咁所以咧亦都有好多呢方面咧作為掩飾作為聯絡站嘅。咁亦都咁講咧中國
即係嗰個共產黨中央華東局咧，亦都透過香港支部咧，與台灣地下組織咧保持聯繫嘅，負責呢個情報收集同埋傳遞嘅。咁呢個情況俾大家了解到咧，其實嚟講，香港當其時作為台灣情報中轉站嘅戰略價值咁亦都咧港英政府嚟講，對中共呢個情報嘅，亦都有管控嘅情況喎。因為港英嚟講咧，佢自己本身嚟講咧，就覺得佢好似係中立地位啊，但係實際上咧就係縱容國民黨嘅特務活動咧，監視即係中國共產黨嘅聯絡點嘅。咁而香港嘅法律體制咧為咗情報嘅傳遞咧，提供咗一啲便利條件，但係同時咧亦都暗藏監控嘅風險啊！講起監控咧，就到我哋第三套啦大家都好熟啦，係套電影嚟㗎。咁我哋有時講咧就叫做《寒戰第三部曲》其實係寒戰有一有二㗎啦，已經咁有一同二咧，就2017年發生嘅，就一講翻轉頭講1994啊，1994大家即係可能有睇過或者未睇過啦套戲，咁大家就會講咩咧？當其時咧就係1994嗰陣時咧香港嘅警察當局咧有政治部就快要解散㗎啦。咁解散之前咧就好多呢方面嘅博弈㗎。咁嗰度咧就借一個即係綁架案咧而產生咗一啲，當然啦呢套咧就係戲嚟㗎就頭先嗰兩套咧就真人真事嘅即係歷史而改編嘅一啲電視劇，咁呢個咧就係套戲嚟嘅啫。咁當然啦，中間都有啲香港嘅現實啲嘅情報或者間諜嘅內裏嘅情況即係比較顯示出嚟嘅插入去㗎。咁變咗嚟講咧，喺影片中咧牽涉到就回歸前咧就政治部安插潛伏人員啦。咁亦都咧攝取我哋香港嘅精英嘅隱密檔案作為一個埋雷呢個政治部嘅所謂黑金檔案啦。咁設立個政治部咧，長期咧就收集我哋香港各界高層精英嘅隱私檔案。咁亦都喺當其時咧顯示咗咧我哋夾層嘅偽精英所謂嗰啲點解咧？因為回歸之後咧，仍然為咗英國政府嘅利益服務嘅偽精英。咁呢件事咧，因為咧可能我仲有一套叫《寒戰1995》咁即係因為做佢套戲咧，最後嘅伏筆咧都引申咗，仲有多戲喺接觸㗎。咁所以咧，大家睇到咧，真係喺香港呢方面咧係相當多嘅即係呢100年嚟講又即係嗰個抗戰期間到而家咧，甚至抗戰之前咧，孫中山先生喺香港搞革命咧，都有呢方面嘅政治特務間諜呢方面嘅情況出現啦。咁故此嚟講咧，大家亦都可以記翻就話喺呢一套戲中咧，《寒戰1994》中咧，亦都有個好精警嘅句子嘅，就係當其時咧，即係英國嘅呢啲代表喺嗰個影片中講咧 ，We don't break the law, we write the law。咁呢啲咧就係警世嘅啲句子啦，俾大家了解到喺即係現實之中嘅政治嘅一啲特殊嘅情況。OK， 好啦，咁講起香港，當然講真係好多呢方面嘅素材嘅即係喺歷史之中間諜或者一啲歷史人物中國嘅近代歷史人物喺香港出現嘅情況咧，咁講幾件事。一件事咧就呢個克什米爾嘅公主號，1955年咧，當其時周總理咧就要去萬隆開會嘅，咁嗰度嚟講就上咗本應係上呢架飛機嘅，就引致嚟講呢架飛機咧，原來咧就係即係擺咗個炸彈度，就真係爆炸咗㗎。咁呢個就成為即係間諜史中咧好懸疑嘅篇章之一啦。咁甚至咧嗰件事咧引致我哋香港真係香港人嚟㗎嗰個喺呢方面咧就作為即係當其時中國共產黨喺香港嘅一個即係工作人員咧就喺依架飛機上面犧牲嘅。咁呢個咧就亦都係一個即係好重要嘅一個事件啦。咁而跟住嚟講，1961年咧就揭發咗就係其中一個華人最高級警司叫做曾超科原來係中共嘅潛伏人員嚟㗎。咁呢個新聞就將特殊過程曲折㗎，咁亦都係一個傳奇嚟㗎。咁最後嚟講翻，喂，到而家有冇咁有啲香港嘅媒體講啦，其實回歸後咧，即係英國嘅特工咧就滲透落嚟㗎咁譬如包括埋咧，呢度有一件事件都講埋出嚟嘅。2002年嘅中聯辦有個秘書
泄漏秘密，哇！咁係咪可以做寒戰嘅繼續做落去咧？咁再加埋一啲大家都可能如果聽阿許 Sir 講咧都熟悉嘅，或者有啲唔熟嘅都了解啦。孫中山先生當然嚟講咧就香港成長同埋革命事蹟大把啦，係咪？周總理原來喺南昌起義之後都嚟過香港養病，日後仲喺度香港開會，同埋列榮將軍咧都喺香港停留咗好耐，做一啲中共嘅領導嘅活動喎，係咪？咁宋慶齡女士咧，亦都1937至41年咧喺香港做過好多援助中國抗戰嘅活動。而港商嚟講喺新中國成立之後咧，對祖國嘅支援咧，包括一啲戰爭物資咧，亦都係一種事蹟嚟嘅。咁但係咁講，喺香港拍呢嘢咧最麻煩，究竟嗰條界喺邊度咧？嗰條界線點畫咧？可唔可以拍得咧？或者香港放唔放得一件事咧？在內地嘅市場中可唔可以做得咧？咁當然嚟講，如果係有咁嘅情況啫嘛，其實有一個方法咧，就係同內地合資啦，係嘛？去拍攝啦。咁其中一個唔係內地合資啊，係央視拍嘅，同香港亦都好有關係㗎，係我哋隔離嗰埠就係澳門啦。咁呢個我亦都介紹人睇嘅，呢度叫《風雨潮》，講乜嘢咧？就講當其時咧，抗戰即係淪陷嗰陣時咧，香港淪陷嗰陣時咧，原來澳門成為孤島啊，因為佢冇俾日本佔領嘅。但係冇俾日本佔領咧，日本嘅勢力都相當影響大㗎。咁就講我哋其實呢個係由香港大嘅何賢咧，真係呢套劇咧就真名真姓去講出嚟㗎，又用個名就去原來咧佢香港淪陷嗰陣時就去咗澳門發展而家去澳門發展咧就聯繫埋當期嘅澳門嘅愛國人士馬孟祺同柯倫等咧真係咧喺當其時咧去抵抗日本同埋日軍嘅經濟封鎖，係咪？就甚至嚟講咧，亦都即係打開內地當其時抗戰嗰陣時嘅物資渠道添。咁呢個嚟講咧，都好值得大家睇，亦都好真實嘅情況喺事實中。咁故此嚟講咧，呢類嘅嘢，如果用同埋內地嘅央視大家合作咧，其實嚟講真係可以打出一條我哋好多即係呢方面嘅即係香港電視或者電視劇或者電影嘅素材，係咪立足喺一國兩制獨特嘅個視角咁呢個咧，如果你協作的話咧，就將本土嘅歷史同埋家國嘅敘事咧即係融入我哋嘅創作，咁我哋真係多咗一個好大嘅內容庫豐富咗我哋香港嘅影視嘅實力，係嘛？咁亦都兼顧咗咧，即係市場嘅觀賞力啦，同埋呢個主旋律嘅表達。咁當然嚟講咧，其實睇好多呢啲劇咧，我睇呢劇咧，我都有個疑問，其實係咪咁多普通話㗎？咁當然唔係咁多普通話啦，好多都係廣東話嚟㗎。咁故此嚟講咧，如果真係做呢啲電視劇當然電影咧，我覺得都係要原汁原味好啲多係應該有翻即係話粵語嘅原汁原味。咁當然如果你話我要照顧全國嘅市場，咁當然亦都可以再配普通話版啦。咁最近就快要上演嗰套即係《給阿媽的情書》咧本來都係潮州話嚟㗎。咁我相信喺香港播上映嗰陣時咧，都係應該有兩個版本嘅，即係有潮州話版本同埋個普通話版本嘅。咁呢方面咧就真係俾大家選擇咁多。如果我哋香港人睇翻呢啲劇咧梗係希望多啲粵語嘅原汁原味啦。OK， 好啦，咁講到呢度嚟講咧，究竟係即係我哋香港呢一方面嘅電影或者有冇做過一啲咁嘅情況咧？其實係有㗎。咁睇翻咧，即係大家如果了解的話咧，就知道2009年咧，其實我哋有套叫《十月圍城》咧，就講孫中山先生當其時嚟香港開會嘅情況咁呢個咧都咁都即係兩個都可以一套非常之精彩嘅即係電影嚟㗎。咁而2017年咧係正係咩咧？正係回歸20週年嗰陣時咧，許鞍華導演咧，就亦都拍多咗套關於當其時我哋淪陷咗之後咧，東江中隊喺香港嘅活動嘅一啲情況㗎。咁呢度叫明月幾時有？咁下年咧就2027年啦。咁會唔會即係回歸30週年，亦都有呢方面嘅創作咧？好啦。
咁啊，講到呢兩套咧，就好似近啲啊。有一套我真係其實好想講一個好有趣嘅間諜片啊！叫做咩咧？可能好多人未睇過，咁我都鼓勵大家有機會咧可以揾嚟睇下，叫《我愛夜來香》。吓，呢套係間諜片嚟嘅咩？講唔講唔知呢套戲？第一就係已經係1983年嘅戲嚟嘅，好多人都未出世啊！咁呢套嚟講咧就係、你睇英文就知啦，叫 All the Wrong Spies。咁 spy 就間諜，梗係間諜片啦，係嘛？不過呢度咧就係即係超級好笑嘅喜劇嚟嘅。咁可以將間諜變成一個喜劇嚟講咧，我覺得都係香港特色嚟㗎。咁其中一個咧，我都仲好記得嘅就係林青霞咧，就係做咩咧？做呢個中國嘅最高間秘密特工，叫天字第一號嘅，就講第二次世界大戰嗰陣時咧納粹嘅一啲即係武器藍圖嚟到香港嘅情況。咁都幾有趣嘅，原來間諜片可以拍成咁樣嘅，咁大家亦都不妨欣賞，亦都可能係我香港嘅特色。OK，咁啦，跟住再講翻教育係點咧？其實嚟講咧，香港呢個應用嚟講咧，其實近代史係咪可以當一個專題嘅教材咧？喺高等教育中，我覺得呢一個係真係可以探究嘅單元嘅課題嚟㗎。咁呢度咧而喺中學教育嚟講咧，亦都可以，當然係除咗我哋講最近加強咗中國近代史嘅了解之後咧，可唔可以補充呢啲所謂隱蔽戰線嘅領域咧？因為通常文字好比較局限啲啦，而家有咁多影視化嘅方式，係咪可以讓我哋學生直接感受到香港歷史嘅深度咧？咁或者嚟講，學校有啲歷史學會或者軍事學會，可唔可以作為一個專題探討咧？甚或如果你話下年係會唔會我哋可以做一個咁嘅專題探討比賽咧？咁對歷史認知嚟講咧，我哋了解到其實香港喺中共建國歷程中咧，前前後後咧都作為民主人治中轉站嘅關鍵貢獻，同埋一個情報交換嘅關鍵貢獻。而咁樣嚟講，你都理解到香港嘅獨特地位亦都喺一國兩制提出嗰陣時咧嘅歷史必然性。而呢個必然性亦都代表我哋香港喺國家嚟講有佢獨特殊地位，引致我哋對於我哋自己國家嘅歸屬認同咧都有所增加嘅。咁今日嚟講咧，借呢幾套嘅電視劇或者電影咧，就俾大家呢方面嘅了解同埋思考。咁今日嘅分享到此為止，多謝各位。